早兩日有個唔好嘅消息啦，就係有一位巴打不幸自殺離世咗。咁我見到其實討論區裏面都有人去即係講翻呢個巴打啦。咁我覺得其實都好可惜，因為呢個巴打即係除咗我有留意到佢其實之前喺我哋討論區都好敢言啦。同時間我見佢早排先至教完人哋點樣去對抗啲無良嘅大廈維修。咁結果早兩日就自殺，因為應該係因為有病厭世而自殺咗。咁其實我睇到個 post 上面有好多巴打，即係其他巴打都走出嚟講話，可能佢都有啲病啊，甚至乎有啲絕症啊。咁都有啲人好似都覺得好厭世。咁見到呢啲負能量喺個網裡面，當然即係自己睇到都唔係好開心。咁其實以前我成日講，即係作為討論區，我哋應該如實咁去反映翻會員佢哋嘅諗法。咁但係同時間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分享翻一啲我自己見過同埋睇過嘅嘢。咁當然我冇資格去講話，其實可能因為有病而厭世，到底係啱定唔啱？因為我自己冇咁嘅經歷。但係其實喺我做高登之前，我就曾經去教過一啲電腦嘅成人班。咁當其時我見到有一位嬸嬸啦，佢嗰時應該50幾歲嘅女士，佢去學一啲網頁嘅設計啊，或者點去maintain聽一個網站。咁佢對電腦知識其實好一知半解嘅啫，基本上都好有困難。咁我自己都覺得好奇怪，點解佢會咁用心走去學，直頭要學識寫 program 啊，甚至乎搞網頁咧？咁之後先知道原來佢有個女之前係因為癌症去世咗。咁佢個女喺未去世之前，其實都maintain緊一個 blog。喺個 blog 裏面，佢主要講好多佢每一日嘅事啊，有開心有唔開心啊。咁主要個目的就係想鼓勵翻其他人，就算可能有病都可以積極啲去面對。咁結果佢個女真係因為癌症去世咗。咁但係佢個媽媽就係因為覺得其實呢樣嘢，佢好想幫個女去繼續去maintain個 blog，繼續去鼓勵其他人。於是乎佢就走嚟學電腦，學寫 program。咁之後佢亦都真係做到幫佢個女去maintain個 blog，喺網上面去同其他一啲都係有可能有病或者有啲絕症嘅人士去鼓勵佢哋。咁其實我自己睇翻今次，亦都見到有啲巴打嘅討論啦。我自己都覺得雖然可能我唔理解一啲可能真係有患疾啊，或者好受到疾病嘅煎熬嘅睇法，或者嗰陣時嘅情況係有幾咁痛苦。咁但係我自己睇到嘅就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向一邊積極少少、正面少少去諗。尤其是我自己覺得嘅就係以前，如果有啲人係無論身體裏面有病或者心裏面有病都好，其實好難去揾人開解嘅，因為始終可能身邊嘅朋友有限，又或者有自己嘅一個即係枷鎖啦，或者對人哋未必好夠膽去同人講自己嘅苦。咁但係我覺得，自從有討論區有互聯網，其實好多人都可以好容易咁將自己心裏面嘅嘢攞出嚟同大家講，同大家分享。喺過往我亦都見到有唔少例子，有啲巴打絲打可能係諗到好絕望嘅，咁但係擺咗上網同人去分享之後，可能又會即係諗到另一番嘅境況，或者諗到一條出路。咁我好希望其他巴打都可以好似以前咁樣，或者其他巴打咁樣。如果有咩諗唔開或者睇唔開嘅嘢，咁不妨三思。三思嘅同時間，如果你真係想揾人開解嘅話，我相信討論區裏面有好多人都可以去同你傾，去傾談你到底即係面對嘅困難，或者你有啲乜嘢睇唔開嘅，話唔定傾完之後，你會諗到嘅同你之前諗嘅會有唔同。咁最後當然希望呢位巴打可以安息啦，同埋亦都好多謝呢個巴打之前喺我哋個討論區裏面嘅貢獻。因為的而且確近呢幾年我哋見到越嚟越多人肯為自己嘅社會或者為咗自己去發聲。咁呢位巴打絕對係其中一個好典型、好肯幫個社會同埋身邊嘅人發聲嘅巴打。咁希望呢份精神可以繼續長存落去。